后来继续要来讲，这个疫情的期间，真侪民众唔敢出门，这个生活日用品大部分都是靠网络购物来解决，嘛，互国内的货运量增加2-3倍。安尼一来，艰苦就配送完了，一天爱送货15点钟，得要载袂掉啊！所以包括这个乌鸟、信德物流、甲宅配通等等，拢来宣布，就为昨开始到6月初4，送到台北、新北、土城、信德甲基隆的低温的包裹暂停收送，安尼打害咯。这个高雄的大树甲旗山的玉荷包的奶鸡等咧大出，即摆无法度出货，农民是心肝火热。啊，若这个台南玉井山影嘛拄到同款的状况，高龙嘛是噗噗跳。6月份，农民当咧无用采收，红红的奶子大丰收。毋过，所有即个熊熊来的消息，物价真生气。乌鸟在即便因为疫情影响，低温配送伤济，宣布6月初1到初3，冷冻的配送停止送去新德以北。新德物流和宅配通嘛拢共款。损失的是农民啊！嘛无遐济冰酒通放啊。农民真生气，嘛真着急。高雄大树旗山的奶子，干那上北部就6成。高雄农业局甚至讲会使用正常的温度配送，互因感觉真无实际。除了分流之外，我们也是可以考虑用常温运送的方式。货运车里面通常温度都在40几度，用常温去配送，荔枝很容易会。黑掉、烂掉都是有可能。台南玉井的山仔农嘛，共款抢袂出来，已经甲山仔装好啊，毋过毋知影要安怎送去予消费者，无法度出货，互因拢真烦恼，生理会受到影响。这个芒果就要变成加工品了。事实上，台南的芒果还没有这个完全上市，还没进入生产期，现在只是农民少量寄送。而且芒果的寄送基本上是以常温寄送。黄伟铁讲，台南山仔还未进入大出，应该会使挡过这摆。不过实际看到物流公司内底的状况，一箱一箱堆了规个货柜拢是，连涂骹嘛拢是。虽然目前的禁令敢若宣布3到4天，不过民众唔敢出门，全部拢用寄的。若是这波疫情还未控制掉，恐惊低温配送的影响会继续扩大。它外面是一般的芒果。